強勁，到底有幾強？呢個時候，不如交俾你為我哋介紹一下咯噃。我先講講 N98嘅外形先啦，3.5寸嘅大屏幕 Full QHD 嘅 keyboard，咁500萬像嘅鏡頭，咁喺外形方面已經係非常之夠殺食啦。咁另外就係頭先阿師傅講過啦，呢個係一個 MIMO 嘅平台啦，咁就同一部嘅手提電腦一樣。部機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嘅 multi-tasking。同一時間你可以做緊唔同嘅嘢，你可以上緊網，你可以做緊 Facebook chat， 咁你又可以玩緊遊戲，上緊 Office Store， 可以一次過做緊好多唔同嘅嘢。隨時隨地分心都可以喎。絕對可以。好方便啊，同時做幾樣嘢啱晒啦。我哋呢一啲成日咧都要 multi-tasking 啦，但係咧又成日都唔記得嘢嘅大頭蝦。不過咧用手機屏幕一心幾用，會唔會睇得有啲辛苦咧？Dr. Bruce？其實唔會嘅，因為個屏幕啦係夠大啦，頭先講過3.5寸啦。咁如果大家想睇清楚啲嘅話咧，佢有一個好特別嘅功能咧，就係只要你用個手指轉嘅話，咁佢就會 zoom in，向另一個方向轉，佢就會zoom out，咁就可以放大。多謝晒 Dr. Bruce 嘅介紹，邀請 Dr. Bruce 留步，可以咧就移步到台中啊，因為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要邀請埋咧你兩位嘅星級特務手下，等你咧就將呢兩部嘅特務裝備咧交俾佢哋啦噃。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先請助手 Tia 啦，就係攞我哋兩部嘅 Nokia N900出嚟先啊，好啊，有請助手 Tia。係啦，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都再請我哋嘅特務 K 徐子珊，同埋我哋特務 R 鄭中基，有請。歡迎晒兩位星級特務。係啦，咁我哋咧不如請助手 Tia 啦，將呢一部嘅特務裝備咧就先交到我哋先由Dr. Bruce 啦，就係交到特務 K 徐子珊手上啦。好，跟住仲有特務 R 鄭中基。好，阿 K， 不如我哋企去model 隔離，我哋一齊影張合照，好唔好啊？好，我哋兩個女仔夾住兩位男仔，阿 K 不如企去 model 隔離，好唔好啊？咁啊，助手之後可以企喺 Dr. Bruce 嘅隔離，我哋一齊影張大合照。大家咧一齊揾一個有型嘅特務 pose，我哋喺後台咧分別咧接受咗我哋 Dr. Bruce 嘅特訓噶咯噃，相信咧應該都學咗唔少嘢噶啦，係咪？咁啊，不如子珊先，你點 first？OK。Hello， 你好，特務 K。你又覺得呢一部 Nokia N900點咧？其實我自己咧就比較貪心，我中意啲 screen 好大個，咁呢個3.5寸其實啱晒我哋睇 video 啦，尤其是同埋我知道呢部機咧，其實佢係可以 support 到唔同 format 嘅 video 啦，咁譬如咧 download 完啊，或者自己 upload 上去嗰啲 video， 你有時係唔知咩 format，佢都可以全部 support 到。咁加上咧佢有48G 好大嘅一個容量啦，可以即係放好多 video 入去咧，例如譬如我可以放自己喺係啦，即係呢個啦，放咗入去即刻已經出聲。LED 上去啊，或者放啲電視劇啊、電影上去，可以自己一路重溫翻都得咯。冇錯，可以 keep 住晒自己㗎 cover 啊，係可以一次過俾大家睇攞出嚟演下啊，研究下，係啦，冇錯，Nokia N900啦，呢一個咧就係3.5寸嘅觸控屏幕啦，解像度咧有800×480啦，無論係 RMVB、AVI 或者係 Flash 等等格式嘅影片啦，都可以咧直接播放得到㗎。咁除咗睇片之外啦，阿 K 你又會點樣運用呢一部嘅 gadgets 咧？我諗其實咁大個 screen 咧，除咗可以睇 video 好好之外，上網都係一個好好嘅，因為佢係 multi-tasking， 除咗你可以譬如同一時間用緊呢一個譬如 email 啊，或者 Facebook 啊 ，even 係或者你又 send SMS， 所以同一時間喺 screen 度做幾樣嘢。咁呢樣嘢又好方便，因為其實我嚟緊又諗住譬如整自己一個 website 啊，咁好多樣嘢你都可以做得到，亦都係好方便。有個 full keyboard 啦，咁你譬如打字嘅時候都係會好快。係啊，好方便啊！一次過可以做好多嘢，啱晒呢個貪心大望嘅。你好。嗱 ，Ronald， 我知道平時咧你都好中意啲高科技嘅玩意㗎，係睇你咁就知道啦。係，我想問下你啦，試玩過 Nokia N900之後有咩感覺咧？琴日第一次開嚟玩啦，咁就覺得佢嘅速度真係好快，即係無論你上網好，你開其他啲 application 都好啦，睇唔話，即係要做咩都好快，唔使等就係。係啊，最緊要快。最緊要快，係啦。梗係啦，咁話你犀利啦，已經快一步啦。率先咧就由琴日玩到依家，非常之開心啊！嗱，當影視三棲啊，你經常咧都即係唔可以錯過每一分每一秒，好忙碌㗎。
我知道咧，你都知道部機有呢個 multitasking 嘅功能㗎啦，嗬？係啊，即係阿志生頭先啱講啊，因為好多譬如而家電話咧都係最多都係可能開1個至2個 application， 咁呢個可以開好多部嘅，咁你可以上下 Facebook 咁啦，咁同時有 MSN 啊，又可以去微博啊，即係好似我哋咁八卦嘅一次過睇好多嘢嘅，係啦，咁啊可以一次過咧 show 曬所有嘅運作程式出嚟啦，你 click 邊個就 click 邊個，非常之方便㗎，冇錯㗎嘛。嗱喺街上面咧，我哋都可以分心有術啦，隨時咧就係 update 你哋嘅 status 俾大家知道啦，係咪？另外仲有一樣功能你不嬲都有用㗎，我知道。有就係個 OP Store。冇錯。係啦，譬如你可以去 download 啲電話鈴聲啊、screen saver 啊、application 都得，咁啊仲有成日都 update 嘅，咁你所有嘅嘢咧入邊咧就會個人化啦，你中意 download 咩就咩啦，同埋隨時 update 到你最新嘅嘢。係啦，咁我遲啲都會用佢嚟啦 update，即係 download 你啲歌嘅。多謝。係啊。